各位乡亲，非常感谢大家在安武汉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西安白话语文中国级认证考试一个补强试题嘅教材哈。课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再加上附送提供本各位乡亲嚟做嘅参考，加强考上一个做高级认证安尼哈。他个伫咧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行业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字、文语，同时各曲词的方面的用法也有所不同。研究语言要注意到声母、韵母、声调；研究文字呢，要注意到声音嘅词语嘅词性，以及外来语像日本话、鲁米嘅话。同时再加上俗语等等方面的多个因素啊，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发图、尘图、正确图等嘅程度，必定要注意到嘅哈。那么像考试，并兼顾到古时嘅语言以及现代嘅语言，再加上一个华语啦，一个日本话、美嘅话、英文。等等用语嘅文法，怎有法度研究好些客家语言嘅结构，嘅其中嘅主因，希望教學先生小知大家對一個主因方面徹底嘅了解，能知道詩嘅結構語言咩樣嘅用，咬字用語言怎會分明，怎會脱了。所以呢個唱歌嘅方面呢，就像華語來講啊，姚蘇龍所唱嘅呢，也係鄧麗君所唱嘅，非常嘅清楚，彈嘅就知道，也就好彈嘅歌曲，好彈嘅言言指引。本文喺度裡有特別講到客家語文嘅八大詞類啊，又包括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系詞、個連接詞，另外第八項嘅感嘆詞、感嘆詞、創傷詞、連音詞是客家特殊嘅用詞，同其他嘅族群冇相同啊！哈，所以經常中鄉親大家對我嘅錄音多聽多參考，注解多看多了解，本文呢多讀，自然就會流利順口。客家語、客家文嘅講出來、讀出來，也就會通順流利哦。同時對我哋所注重嘅也嘅成績傳承，客家優美嘅語言也非常嘅重要。另外呢，也非常感謝客家電子報啊，自家出錢，自家出力，熱心來推廣一個客家嘅。一個報道客家嘅專欄，也可以講得是台灣唯一家西安語言有文字版客家語文字版報道嘅新聞，就係客家屏東電子報客家專欄嘅地圖裡一共有2000篇安尼哈。另外同大家提到講啊，當前教育部以及客委會。將西安腔嘅天天呢一個地點點地寫成天天呢這個仔字變成仔字，促成了一個西安嘅連音字母體以上啊。但是大家注意，仔字嘅前面不可以接形容詞跟動詞，所以也這個天天呢嘅呢嘅語嘛，係同海陸西安上下兩言混合使用所造成嘅結果，安尼哈。希望教育部同客委會來了解一點。所以一個在詞前面是接名詞，冇是接動詞安尼。然後呢，客家西安連音嘅韻母只有 R、A、O 嘅哈。其他文字嘅韻母語嘛，都係有 A、E、I、O、U， 同日本話相同。
有啊一乌的恶安吼。像种阿来讲啊说呢，有哇啦呀嘛那啊嘎巴加种单音。我来讲啊说呢，相同有无罗有摩那个波安尼。A 音呢有为了也没那个白，但是高数强同杨梅强啊，一个有提数吼，有 IS 只 G 的音，按高数强呢用 I 的音，就将R 来讲啊是那个 A 来讲啊是哪个 V 哩 E 咪呢 G B 嘅音吼，结合上一个语音，连音提上到提上一腔有。9个上母，4个上跳，3个一母，加埋放来108音，108音，也就完全就係客家音。當前天上嘅 A 音嘅詩啊，嘅文詩啊，都係用單腳嘅是睇了慣用嘅簡體詩。過去一個讀書嘅我哋小學時節啦。這些簡體是扣一分，所以語同文也只有用本音 A 音，比如幾個例嚟講啊，看呢就變成看變成單音啊，是嘞變成個是安尼，以及三個方面嘅兒童我是襯詞襯上，內語嘅襯上，冇用連音。也都係阿來講嘅說呢，冇用到哇啦呀嘛那個8個音，所以做成呢全部都用6個音，也就係冇用到上母一個一母上條嘅語音，中國嘅語音，以及文字方面嘅也冇符合於一個文法同詩意，一點呢嚴重影響到客家嘅語言。同高尚嘅飲食一點呢，希望教育部以及學會多多來加強，以及大家呢來注意一點安尼。那本報呢非常嘅感謝按多個地方哈，台灣客家電子報、屏東時報電子報、悠悠教材、台南時報電子報，就像 W 世界新聞報、YouTube、雅虎、Google、Facebook 等等網站以及好友社群同 email 一個海內外嘅單位群，有萬個嘅協助來共同提供研究宣傳考慮。以上宣傳廣告宣傳用係7分54秒。主要消化菜地度裡，本大家地在講啊，加所以頭前嘅廣告唔係聽啊，語文重要嘅廣告唔係聽，可以對7分54秒接不下去聽安尼嚇。再看到基本嘅標題圖像，一個客家實驗語文中國嘅認證不強試題，第5部分嘅課文與適應語慢慢嚟讀同補充提嘅本大家嚟做個指點。一個圖像呢，是在1958年，佢中國小嘅5年級嘅中考兩班各有3隊嚟騎馬上山，也下路嘅在嗰類上啊，色彩真神奇。一個騎馬上山呢，可以講在講嘅寬度就成1年，嗰壯嘅人身體嗰好嘅人都頭前，後背量呢一個做書班有書班有見，做書班做見，安尼嚇，一個做馬咧本人去，大家嚟上邊上送下去一個情況，但是見現代嘅學生咧，亦是能用這樣嘅教唔到冇像一個1958年以前嘅學生嘅安尼嚇，去辦去玩冇要緊咯嚇。再講到基本上嘅提供本大家欣賞嘅歌嘅，有黃火田先生所創嘅，落嚟在嗰嚟上，落嚟在嗰嚟上嚇。另外一個檸檬那個就是說檸檬心一公錢，就是檸檬心一公錢，文書元素是楊梅強嚇。另外我特別做嘅一個公雞馬嘅沙狗跳舞球一個舞啊，配合一個社會安講林正英先生所創嘅
提供本大家来做个欣赏，安尼哈，个难得翕到个种三个公家同马嘅求爱嘅情况。再个来讲呢，本土客家歌语歌头多所讲嘅啊，呢唱嘅语言有连音，当标准，客家语八太词律也分明。西洋音母有80个，20个，13母有64个，但是有64个地图里冇包括咗不含一个5个阳梅腔，以 I 嚟講啊，實嚟伊講同 E 嘅音，伊就講 G 一個音 ，IM 呢伊講 Jim 啊 ，IN 呢 Jin 啊 ，IP 呢 Jip 啊 ，IT 呢It 啊，整個音母發音不同哈，一個 G 呢就是J 同 I 嘅聯合音，用也都不冇和 G 同 E 嘅合音，前將講啊。二聲，然後個字聲，嗰樣是叫字路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各地方嘅語言有不同，像種歌書個腔，歌書創作性比較動腔，一個腔調也冇只有連音式嘅 A 音冇相同嘅哈，沿用語音，客家語言嘅連音式，頭都所講嘅啊，一個非常嘅重要。就唱歌嘅方面呢，甚至我用連音，不可全部用6一個音嘛，冇聲母、冇韻母、冇上一個上加巴行嚟嘅語音嘛，以及文法用詞也冇符合我詩意嘅用法，所以佢當前一個連音式嘅語音。一個可以講啊，嚴重影響到客家語言同客家嘅歌聲嘅音色安尼哈。呢點呢，請大家多多來共同來研究推廣安尼。本文非常嘅感謝李文範新科博士啊，整理在 YouTube 嘅這個，你可以喺度裡可以點本文資料。來年啊，點咪就可以連接到客家電子報。以上用嘅12分44秒，同大家報道嘅意思就講啊，頭多所講過嘅呢，假使唔通可以對12分44秒大下都點本文嘅一個補強試題第5部分嘅課文1、4、1、2對照錄音補充。那個解題，慢慢的讀本大家嚟做個參考。第一個同大家先講啊，選擇題，選就是全部好嘅，測呢白話文嚟講啊，就是講啊，讀同寫讀，啲都係有快嘅有唔錯嘅所以選擇題嘅時間中間啊。有全部都錯，也全部都唔錯，也係有講啊，其中有唔錯嘅，安尼哈，所以一個考試嘅時間冇看到題嘅錯，都前題叫個以上皆是，安尼哈，後來題嘅鐵農嘅水加水客家話做喏，乜嘅喏頭水假使冇看上下文啊。變成啊，透水，水透過來嘅透，安尼哈。第二，這個離水過濾水，殺尾藻一個腳硬啦，唔會浸水會殺到哈。一個口字旁，一個手，安尼，一個答案是第一個透水，含埋透水。第二，關於講保育路，客家話是講乜嘅呢？鐵就講啊，鐵軌路就是鐵路。第三呢，第二石膠路，像石頭嘅就係石膠路。第三呢，大馬膠路是柏油路，答案是用柏油嘅那種大馬膠路，大馬膠是日本話傳過來嘅外語第三，
上最头呢，当个创诶，客家话我都拢捌嘅，先同大家讲，补充说明，名词后尾嘅上面嘅上啊，读方，但是也还是一方两个方啊，佢就冇啲同样嘅啊，上方一个音啊呢，当然那个现代嘅语言，不可以，只可以参考。康熙字典可以参考，但是不可能做根据，所以名词嘅后尾嘅上面嘅上啊，读方啊，一个客家语就按怎么个咯？马尾，出马尾，就一点个真正马尾哈。第二呢，把尾啊，有南把尾啊。第四呢，当嘅，当嘅就是讲啊，书名位去批讲。书上嘅范围伫倒里啊，佢就按照当嘅，当嘅唔去记忆呵，记住佢嘅发作吼。一个菜嘅呢，也大概小小嘅马尾嘅改是那个采法的采，平时个采法的采，天南当个位做那个菜嘅，脚人多嘅呢，就按照粒嘅。当诶，就按照批讲嘅书上一名位嘅范围，按用诶咯，用诶是在虎头方或者师傅方安尼哈，一个上嘅地方诶，不冇相同啊。按吃诶呢，就是要会谈哦哈，也就讲啊，一个师傅扛嘅这个所成呢，其实。本天道，我用客家话讲啊，BB 啊 BB， 贵语是马啊，第三是马逼，是刚才客家话是讲啊 BB， 本天道是 BB 啊，年糕贵语是讲乜嘅呢？发板，也系甜板，也个太糕饼啊，也个就系讲啊，年糕就是甜板啊。一个发酵、发酵，做呢发粉。第六，天有名贵语客家话，一个天，一个按样通咯，是从头音天有名，唔好讲唐天有名哦，唔好讲顶天有名哦，而讲天有名，也这个特殊，中牙齿。粽啊，一个粽啊，就拜拜粽啊，在农历米杂日嘅人啊，一到咯，初一啊16个以上都系有咯，也个有年啊，初一初一16也有年咯，但是大家注意，金拜金鸡三得四意义冇相同，鸡是5神。金是3神，拜呢是只有花果，我都用树拜安啦哈。一个金拜鸡，一个三得是用法不同嘅，就佛教方面嘅哈。第8，沉淀客家话就按怎乜嘅咯？田腳，第1田腳，田陀唔係田陀哈，乜嘅咯田陀就料嘅烤嘅啊，料烤嘅點下來啊，田筒咯。就是点那个有金铜，就那田铜啊，也三得是田脚、田头、田铜的意思要了解啊。沉淀就是田脚，第9，小孩用哭的方式引起人家来照顾啊。一句话客家话用来讲咯，所以讲啊，个做狗也系。这个做狗要么求人，也系做狗，也系狗屎嘅时候，天意嘅做狗啊。第10，这个脊椎骨两骨啦，就是脊椎骨啊，可以是
尾中骨、面中骨也盐白骨。盐白骨的盐是热食片加上咸骨的咸，盐白骨也是龙骨咯，这个应该是第三龙骨龙骨就是俺们北农讲的，给就是下个骨咯，它猪骨的骨头啦，龙骨这个那个盐白骨。这个白呢，加上竹丝片蛋糕加上竹丝，大下都拜拜的拜。11客语阴阳家是指农那个12日的那酒农通常是在25一个月1年的前个1礼拜，就是阴阳家。阴阳家为冇嘛生意呢12兄弟的太太。讲个称呼一样的是讲自爱，也是自守，也是自雅也这个就是讲自守兄弟的价位互相很就讲自守这个还会有个摩擦同挪杀，这个思相同，看上下文。摩擦是摩巴那个，挪杀是挪那个多的也对位词语不同。第13，磁铁客家话就按到乜嘅咯？协杀。日本话呢就按到一只股第2，盗杀就是挪杀啦摩擦就摩巴那个协杀就加上口丝片，协威胁的协。第14，虚部肺部客家话嘅肺客语形容的头脑，系读虚一个虚部读虚部，冇读肺部，也冇读肺部也读虚部。最后一个是讲就虚部15，酒瓶盖的口瓶凸出来的地方是按到乜嘅咯？嘅嗰呢蛋糕也凸出来嘅，就按到第个眼，弓线的线，带下到牙齿的齿，眼第2，囊就是两个圆圆的葫芦一样的个囊个揭也冇相同两个揭就变成囊眼呢一个嗰呢蛋糕有个凸出来嘅就色样的个兼就是嘅这个有一个眼。第16，区域国语叫做什么呢？keyword wet 没用keyword。第17，客家语音色是国语嘛嘅咯？是第2个印尼没印度印的奶没印性。这个第3，这个后尾所讲昂道同阴道阴那个阴道，昂道就是中间，阴道是脚底下嘅冇相同一个昂道同阴道这两个词句冇相同，昂道是指中间阴道是细细粒的用脚点到阴道第18，一个肩胛骨客家语是讲乜嘅咯？是讲铁反齿骨，乜嘅咯？里呢骨咯都盐白骨面中骨咯，面中骨就是龙骨的最大下头面中骨按个一咯，客家话就讲一甲，所以肩胛骨就是讲反齿骨俺哋鏡頭行嘅個太嘅嗰張反齒19，小說中孫悟空
唔會用嘅，唔會變，啊，也唔會吞，也唔會天用家物，啊，一個孫悟空，一個孫悟空，啊，客家話變啦，孫悟空，啊，唔係孫悟空，那個悟師叔叔叔，但是變啦孫悟空，孫悟空是會吞咯，哦，搖身一變。乜個能搖身一變啊？孫悟空是會唔會乜個呢？唔會吞，但是因為天用家物也會變啊，唔會吞啊。吞就是講真正講搖身一變，噗，都得啲人是去就講吞這個哈。第20等人，你客家話就一個等人，等人。客家話是講啊，是呢等人啊，等人一個人都是人事哈。好，第21，等屬族可以叫什麼？等子物族，等族哈，這上面都講到等族哈。第22，牙刷。客家話就講牙粗嘅嚇，啊，廁所嘅也唔係，哦，牙刷咧也唔錯，哦，所以講啊，牙刷，我哋客家話就講啊，牙粗嘅。第23，夜貓子，個意思講乜嘅咯？那個夜貓嘅天意。也冇嘅，啊，也唔係烏貓嘅，也唔係暗貓嘅，啊，夜貓子就是暗毛嘅，啊，太空蝦，意思是一個乜嘅咯？一個重點，啊，唔係小風蝦就是西部，太空蝦是重點睇嘅，啊，好，25。那個我哋打球嘅球拍，客家意思乜嘅咯？球擺嘅，啊，唔係球撲嘅，啊，唔係球鼓呢，啊，擺一個加上做石頭擺下，加上拜拜嘅拜，啊，做擺嘅擺，好，26，天才日，以前考試有考過，係指農曆嚟叫咯。正月20，哦，唔係正月初二，也唔係3月10月，哦，日期1到10吧，要加上初1到初10，啊，11到30月以後呢，唔加日，唔是加日，啊，唔好講正月20日，唔係嚟講，啊，正月20嘅，啊，正月21，正月29，所以講啊，一個10月到30月，也後背不加熱嚇。啊，各位大下有一個話個泥娃啊，那個娃啊，一個補田嘅嚇。27天窗晚，我也就罵人嘅話喎嚇。天窗晚係指乜嘅咯？是年數已清咧，啊，一個都天窗晚咧，又木人哋罵人個好嚇，啊，犯太歲，唔係犯太歲啊嚇，一個讀歲是為歲，啊，犯太歲，啊，唔係犯太歲，也唔係犯太歲，係犯太歲，犯就要讀犯，啊，犯人同犯人也冇相同啊，犯人就搞爛人家，啊，咱們搞衰人就犯人啊，犯人有犯到乜嘅東西嘅，啊，29東西不也唔加人，唔加人家客家人就按到乜嘅咯，嘅古咯，千古咯，唔係古撇啊，古撇，
骨魄就是讲啊，有特殊的性格，骨头也相同啊。虚魄是嘛个咯？虚魄啊，是中年。个魄是从另外一个恶作剧的作剧哦，一个作响是牛的方面的作响啊，恶作剧的作响啊。第30，将那个歌呢当歌啊，震动叫做嘛个咯？歌呢建筑啊，摇啊，往就摇啊，上下呢就足噶啊，个诶，对，听得通啊，一个就是讲啊呢。这个连音字，头前头的乌啊o s 的用哇啊，通啊啊，那个足噶，通啊，那个哈，这个江菜用平指的音菜呢是用讲的哈，那个江菜同音菜冇相同哈，江菜是多江，酒馆呢，你把它酒馆的道理，但是降下来，多降倒下来啊。所以专门使用的术语叫做什么呢？这个叫使复法啊。还会有个舌同哦同挖的法，一句法意思冇相同。该会舌咯，该会哦，该会挖咯，但是就实在个语文的本意，写是指谁来的？哦是南唔同用，挖是指什么的一个用法不同。第32，出生个人事也西方客家话就按照乜个咯？办事人是讲两个就按照办事，没事业也没运气后边呢有一个水同肉的意思也冇相同，水是指运气，肉是指身体，33，人体上平个小黑点这客家话就按照乜个个就按照无影式字呢有凸出来嘅，也唔系无板，一个有凸出来，另外一个呢有叠到五连嘅，就讲到五连字一个34，一个瓜牛客家话按照乜嘅咯？按照一个蛇路嘅，未不相信讲二路嘅也冇嘛错过，二路嘅冇好过蛇路嘅有好一个小酒咯，所以讲这个小酒咯金宝咯是由阿根廷入来嘅通过南部嘅乡亲对阿根廷引进过来嘅这个手是用脚嘅，这个蛇呢是用腹部都市方嘅那个肌肉伸缩纯属行路嘅手该会手慢慢呢按个蛇路个蛇出来，蛇会长，手唔会长35，行语唔是生意，系指乜嘅咯？是指天语，不要客气也不是小心，也是粗心过生意就是过小心一点，唔是生意就是唔是客气过生意过小心的意思36，下是个垫板，客家话是讲贴白在字呢是连音字，头前有笔，哪个了都贴白各位书贴白
错。以上皆可，系嘛？可以个做讲啊，贴白。按楔，楔是器形，木字旁做那个刻个刻啊，叫楔。哦，是楔锅古代用尖的东西，尖的东西楔啊。第37，天上嘅飞神啊，客家语就按乜嘅咯？按到số 8神，số 8神。啊，银河、银河，嗰啲嗰道神呢是不强啊。神呢下世就是神呢下世的流星，神呢下世啊哈，是38。说你的大头，客家话要讲。关于讲说你的大头，讲啊，客家话就讲啊，那个你讲伢师那个伢骨头啊，哦，不是伢师傅啦，这第三嘛都两个都可以哦。说你的大头就是讲伢骨头啊，讲伢师傅啦师傅啦也可以啊。以上都是啊选择题，两个都对。39，常用的小东西啊，他就讲啊，太空虾、中上虾、西方虾。大多数讲的是太空虾，也下讲的呢小东西就西方虾啊。其实身高位，一个天鹅，一个暗扑嘅呢，就按到乜嘅咯？按到身高，身是个身啊，是表示是。啊，小高呢，两个天鹅嚟嘅啊，还不结天。啊，鹽高是指一个两个扑扑嘅，所以我哋拿到嘅两个啊，嘅声音嘅身高位。跌落下去同一个时间呢，顺序嘅顺啊，用一个孝顺的顺啊。高呢是做事有两种写法啊，一个做事在下做教师，冇做事在下做那个报告的告，两种写法。41，跌落水稻里，水稻是指乜嘅咯？是指漩涡。也系鸡蛋啊，水中安啦哈。这个漩涡呢有两种讲法，客家话有菠萝酒，冇出讲酒菠萝同样安啦哈。第42，食物使用的火油係指乜嘅油咯？是植物油，唔係動物油啊哈，也唔係礦油。礦呢，一般就講礦油啊，但是實際讀啊做礦油啊。另外，油氣同汽油有不同哦。油氣就是嗰叫冇是油類嘅方面啦，汽油是我哋去澳洲擺啦嘅汽油。另外13。三更半夜，三更是指那叫咯，是指11點到1點，就是子时啊。这个也系那叫哈，三更半夜同星光，也就系半夜，星光也就系半夜，三更半夜啊。就会就啊，11點開始就子時3更半夜嘅啊。天更應該是11點，天1點呢，都1點到2時為一個更，2時為一更，安啦哈。一個1點到3點當出啦哈。第10，一個癩蛤蟆是指乜嘅咯？癩蛤蟆是指山坡咯。也系蟾蜍，以上3個都錯啊！南北方言冇相同。一個74，都講癩蛤蟆喎，就是講啊，北方講蟾蜍，南方講山坡咯，哦。以上即是，其實行為
品性不端正的女人叫做什么呢？就丧礼嘛，丧礼嘛，唔係罵人不忠嘛，冇做反嘛，講唔通嗰啲反嘛。對男性特別有興趣的人呢，貪腐。貪腐又講客家話呢，講興骨，挑釁的釁，興骨46，花美的口語是什麼呢？花美一個就是講上繳師母，上繳師母。上拍嘅冇相同，一個就一個將菜冇裝到浸到一個有裝到水嘅時候上拍上爐是貼喺度方面出紅呢，就是腌菜嘅時節，菜冇得到水冇得到水。這將菜喺度裡冇看到水，水嘅時節會上拍。第40節，陌生客家話是講我乜嘅咯？是講上婚，佢上婚佢上婚。係會有句話講今世名人，前世用千山萬花送福禮人，一句話講嘅佢有道理，買花人啦今世名人就是前世賣花，千山萬花送福禮人78，有回音低沉的聲音叫做什麼呢？78就講上的上，但是也後邊那個變成也過緊了唔係壓光上就是嗰種無盡太人生嘅上前世失了壓光有吧，說今世講話壓光上安尼吧水上家嘅上無相同水上家嘅上是講話唔會衡量，唔會衡量壓光上前生好事壓光有嘅人鋪路嘅路呢也記得是呢，人家還簡單用大路嘅路就可以49煮飯用嘅是用鋪路，也係用木嘅，也係茶雜嘅，這當然是鋪路。第50自己自家做生意就是講啦，做頭路識頭路是從他人家做識頭路做錢呢，做乜嘅事業級，也個有冇想到公務員就事業級。以上呢，一共有42分57秒。這個節目下來呢，也非常的重要各位鄉親，大家教學嘅欣賞手指，大家都要方面要注意嘅一個客家語文嘅聲母20倍發音嘅重點，聲母有20倍，一個發音嘅重點係在呢隻嘅，我哋睇嘅。客語同國語特殊不同嘅地方客語有英文發音 MNPDG V 但是冇支持輸入嘅結實音也就要注意一個聲母英文發音就用 MNPDG V 是冇發出來音。NG 個一個音，後來我哋看一個雖然20個聲母係字幕嘅喏，完全用最順嘅，就 m 最順呢有4個，然後雙門同舌尖實碼這碼嘅發音咩喏有的、特、呢、了安尼第3呢，舌根、什麼根同上顎嘅呢？哥、科、呵哥、科、呵第4，上下門舌強強嘅咬嘅呢，有雞、翅、西、子、吃、一個音，但是關於這個
支持牛奶牛。另外个强势嘅部分，一个双门词嘅唇音，一个就 V 嘅音啊，都到 UROS 嘅连音使用 V 一个音呢冇发出来 V 安尼音啊，个第六鼻音同舌嘛前面嘅一个 NGI 嘅但是一个好路向前，伊都用一个 N 个 G 发唔出来，还一个同 L，伊都做个 L， 一个就是音嘅四角叫七呢，就是鼻音同舌根的音，我都系我嘅意思相同，安尼哈，所以26次嘅发音嘛，学我嘢咧，一个学嘅嘅音呢，可以用一个嘅小本读家做参考嘅时候，马贝波、那内诺、雅硬我、巴贝波一个音嘛嚟发音练习安尼。第三部分。发音用于错误嘅符号喺度咯，科客家人就问好，支持是用重音嘅，支持是用重音咧。也最大嘅问题，同呢就是那个乜嘅意思按关键是那个松气嘅音嘛，呢，那是 V V 就好路向前唔晓得一个 on 就 on，ONG 呢 on 一个音，好在大下嘅客家嘅使用在嘅思潮思文是包括乜嘅啦？各位同學大概可以參考思潮是客家嘅草藥祖傳草薑絲、鴨肉炒快菜，也是講韭菜，豬血炒黃梨，炒木米，木就木耳安尼一點要注意一下，木耳同木米一個音要注意。這個細文呢，就是含在文主度，這個文豐用，排開文一個老撇咧講菜頭，好老話講菜頭，太長文乜嘅順幹。好，再看到第五個，這個非常重要。客家婦嘅四頭四尾是指乜嘅呢？第一個是枕頭枕尾，就裁縫類丈夫。第二呢，做頭做尾是做煮飯菜。第三，田頭田尾，農耕致富第六呢，家頭高尾，高子有房。所以說講婦嘅職業非常嘅大要。講到人呢，一共48分。大下按多嘅呢，就其他參考資料詳細同各項安尼希望各位鄉親能夠親像講一個sensitive嘅一個課文可以點這個文本欣賞，一個略小點這個 YouTube 嘅地度嘅網站一點就出來安尼再看到一個連音式嘅文個 union 連音式，英文呢是 connect 連接冇相同安尼一個錄音也可以16個一個點一下名字就可以看得到。第三個就是客家商業用語嘅繪畫可以點往一個名字大下名字。另外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有初尾曬也會去學等共100篇有礙嘅寫嘅文章以及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參考，也非常感謝一個師門台南大學新科博士李文歡鄉親熱心同埋第二出一個
贴文在 YouTube 也这个本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希望大家感谢你安尼哈。咱个练音是一个中间个 A 音咩，只有80字哈，一个 A 要来托本大家来再从乜参考一下。对ที่个 V、L、Y、M、N、N、G、B 我都冇大意思哈。按个古数音就 V、L、E、M、N、N、G、B 古数冇大意思哈。因为这次是一般人这些是按个 R 同 O 呢，一个全部大家相同，单个读的。个 A 来讲是来，为了也没那个别个也相同哈，也个就话特别研究的50年，提供本国卫乡亲来做个参考。文史方面呢，重复同大家讲，第三个单独嘅啊，简体是一贵啦哈，也冇符合于文化，所以语音也系只用 A 音，哈。一个像看呢看一个音嘛，改过了，有读语音，冇读本音，只有声母音，只有三母音就按到本音。三个呢，一个阿来讲是呢，瓦拉呀玛那嘎巴，有瓦拉有摩那个波个音，但是也系全部都系用六一个音，可以参考一个来比下。台剧一集，你瞧下就是5000年都是人所创的呢，全部都有连音，所以冇用连音嘛，就要用一个6个音嘛，是从洋上到客家语同客家嘅歌声嘅一个音色非常的重要，也听一部分係用吴代博士所写嘅，提供本国卫乡亲。参考可以17分18秒嘅安尼呢，也点开来谈看下先呢，以上呢，亦香港嘅52分16秒，希望大家感谢你，同时祝福大家，感谢大家，也祝福考生高分通过客家语文高级认证考试。以上感谢大家，谢谢你，再见。希望按自西。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各位鄉親，非常感謝大家在安華嘅中間共同嚟研究客家語言白話語文中國級認證考試一個補強試題嘅教材哈。課文一詞一語對照錄音，再加上附送提供本各位鄉親嚟做嘅參考，加強。考上一个做高级认证，安尼哈，他个伫咧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行业，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字、文语，同时各曲词嘅方面嘅用法也有所不同。研究语言要注意到声母、韵母、声调；研究文字呢，要注意到一个声音嘅词语嘅词性，以及外来语像日本话、鲁米嘅话，同时再加上俗语等等方面嘅多个因素啊。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法图、程图、正确图等嘅3图，必定要注意到嘅哈。慢慢上考试。并兼顾到故事嘅语言以及现代嘅语言，再加上一个华语啦，一个日本话、美嘅话、英文等等用法嘅用语嘅文法，曾有法图研究好些客家语言嘅结构，嘅其中嘅主音，希望教學先生小知大家。对一个主音方面彻底嘅了解，能知道诗嘅结构語音咩樣嘅用，咬字用語語音怎會分明，怎會脱了。所以一個唱歌嘅方面呢，正像華語嚟講啊，姚蘇龍所唱嘅呢，
也係鄧麗君所唱嘅，非常嘅清楚，彈嘅就啲嘅，也就好彈嘅歌曲，好彈嘅人言指引。本文啲度裡有特別講到客家語文嘅八大詞類啊，又包括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系詞、個連接詞，另外第八項嘅感嘆詞、感嘆詞、創傷詞、連音詞是客家特殊嘅語用詞，同其他嘅族群冇相同啊！所以經常總相信大家對我嘅錄音多聽多參考，注解多看多了解，本文呢多讀，自然就會流利順口，客家語、客家文嘅講出來、讀出來，也就會通順流利哦。同時對我哋所注重嘅也嘅成就傳承，客家優美嘅語言也非常嘅重要。另外呢，也非常感謝客家電子報啊，自家出錢，自家出力，熱心來推廣一個客家嘅一個報道，客家嘅專欄，也可以講的是台灣唯一家私人語言有文字版客家語文字版報道嘅新聞，就係客家屏東電子報客家專欄嘅地圖裡一共有2000篇安啦哈。另外同大家提到講啊，當前教育部以及客委會將施恩強嘅天天呢一個地點地寫成天天呢這個仔字變成仔字，促成了一個施恩嘅連音字母體以上啊。但是大家要注意，在字嘅前面不可以接形容詞跟動詞，所以也這個天天呢嘅呢嘅語嘛，係同海陸私恩相差兩言混合使用所造成嘅結果安啦哈。希望教育部同客委會來了解一點，所以那個在是前面是接名詞，冇是接動詞安啦。另外呢，客家私人連音嘅韻母只有 R A O 嘅其他文字嘅韻母語嘛，都係有 A E I O U， 同日本話相同，有 R E U 嘅安啦。其中 R 嚟講係呢，有哇啦呀嘛那呀加巴加上大音。O 嚟講係呢，相同有喎咯有摩啷個波安啦。A 音呢有喂咧耶咩呢嘅白，但是郭書強同楊梅強啊，一個有特殊有 I S 隻 G 嘅音，郭書強呢用 I 嘅音，就將R 嚟講嘅 A 嚟講係呢，V 哩 E 咪呢 G B 嘅音結合上一個語音，連音體上到體上一共有9個聲母，4個聲調，3個韻母，加埋起來108音，108音，也就完全就係客家音。當前體上嘅 A 音嘅詩啊，嘅文字啊，都係用單腳嘅是睇了慣用嘅簡體詩。過去一個特殊嘅我哋小學時節啦，係寫簡體詩扣一分，所以語同文也只有用本音 A 音，比如舉個例嚟講啊，看呢就變成看變成單音是咧變成個是安尼。以及三個方面嘅 R 同 O 是襯詞襯上，內語嘅襯上，冇用連音。也都係 R 嚟講係呢，冇用到哇啦呀嘛那個8個音，所以造成呢全部都用6個音，也就係冇用到聲母一個韻母上調嘅語音，中國嘅語音，以及文字方面嘅也冇符合於
一個文法同詩意，一點呢嚴重影響到客家嘅語言同歌聲嘅音色，一點呢希望教育部以及學會多多來加強，以及大家呢來注意一點安尼。那本報呢非常嘅感謝按多個地方哈，台灣客家電子報、屏東時報電子報、悠悠教材、台南時報電子報，就像 W News 世界新聞報、YouTube、雅虎、Google、Facebook 等等網站以及好友社群同 email 一個海內外嘅單位群，有萬個嘅協助來共同提供研究宣傳考慮。以上宣傳廣告宣傳有7分54秒，主要消化菜地度裡本大家地在講啊，加所以頭前嘅廣告唔係聽啊，語文重要嘅廣告唔係聽，可以對7分54秒接不下去聽安尼嚇。再看到基本嘅標題圖像，一個客家語言語文中國嘅認證不強試題，第5部分嘅課文與適應語慢慢嚟讀同補充提解本大家嚟做個指點。一個圖像呢，是在1958年，佢中國省嘅5年級嘅中考兩班各有3隊嚟騎馬上陣，也下路嘅在嗰類上啊，色彩真神奇。一個騎馬上陣呢，可以講嘅寬度就成1年，嗰裝嘅人。身體嗰好嘅人都頭前，後背量呢，一個做書班有書班有見，做書班做見，啊啦嚇，一個做馬嚟本人去，大家嚟上邊上送下去一個情況，但是見現代嘅學生呢，亦是能喐嘅樣嘅教唔到冇錯。一個1958年以前嘅學生嘅安尼嗬，去辦去玩冇要緊咯嗬。再講到基本嘅提供本大家欣賞嘅歌嘅，有黃火田先生所唱嘅，落嚟再過來上，落嚟再過來上嚇。另外一個檸檬那個就是說檸檬心一公錢，就是檸檬心一公錢，文書研究是楊梅強嚇。另外我特別做嘅一個公雞馬嘅沙狗跳舞球一個舞啊，配合一個社會安講林正義先生所創嘅，提供本大家嚟做個欣賞安尼嚇，一個難得翕到嘅種嘅沙狗公雞同馬嘅球一個情況。再過嚟講咧，本土客家講嘅歌頭都所講嘅啊。嗰個呢唱嘅語言有連音，當標準，客家語不太詞類也分明。實驗音母有80個，20個，生母有64個，但是有64個地度裡冇包括咗不含一個5個楊梅強，第一 I 嚟講係嚟講到一個音，亦都講 G 一個音。IM 呢，有 Jim 啊 ，IN 呢 Jin 啊 ，IP 呢 Jip 啊 ，IT 呢It 啊，但個音母發音不同哈。一個字呢，就是J 同 I 嘅聯合音，用也都冇 G 同 E 嘅合音。前將講啊，二聲亦能夠字聲，嗰樣是。叫字路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各地方嘅語言有不同，像種國術嘅強，國術創作性比較動強，一個強調也冇只有連音式嘅 A 音冇相同嘅哈，沿用語音，客家語言嘅連音式，頭都所講嘅啊，一個非常嘅重要，就唱歌嘅方面呢，甚至我用連音。不可全部用6一個音嘛，冇聲母、冇韻母、冇上一個上加巴行嚟嘅語音嘛，以及文法用詞也冇符合我適應嘅用法，所以見當前
当前，一个联吟诗嘅语音，一个可以讲得讲啊，严重影响到客家语言同客家嘅歌声嘅音色安尼哈。呢点呢，请大家多多来共同来研究推广安尼。本文非常嘅感谢李文焕新科博士啊，整理在 YouTube 嘅这个，你可以伫度里可以点本文资料来源啊，点咪就可以连接到客家天子报。以上6月12分44秒，同大家报道嘅意思就讲啊，头多所讲过嘅呢啊，假使唔通可以对12分44秒大下都点本文嘅一个补强试题第5部分啊嘅课文1词1语对照录音补充题那个解题，慢慢的读本大家来做个参考。题嘅同大家先讲啊，选择题，选就是全部好嘅，测呢白话文来讲啊，就是讲啊读，读同时读，伫倒里有快嘅有唔错嘅所以选择题嘅时间中间啊，有全部都有错，也全部都唔错，也还有讲啊，其中有唔错嘅安尼所以那个考试嘅时间，冇看到题嘅错，都前题叫个以上皆是安尼后来题嘅铁农嘅水。铁农嘅水加水，客家话就喏，乜嘅喏？头水假使冇看上下文啊，变成啊头水，水透过来嘅头，安尼第二这个丽水过丽水，石尾藻一个脚硬啦，唔会浸水，会石度一个口字旁，一个手安尼，一个答案是第一个。头水，太咸嘅头水。第二，关于讲柏油路，客家话是讲乜嘅喏？就讲啊，铁轨路就是铁路。第三呢，第二石膏路，常常石头嘅就按石膏路。第三呢，大马高路是柏油路，答案是。用柏油嘅那种大马高路，大马高是日本话传过来嘅外语第三，上水头啦，当过嘅厂咧，客家话我同龙乜嘅先同大家讲，报道说明名词后边嘅上面嘅上啊，读行但是一下写一行两嘅行啊，佢就冇啲同样嘅上行一个音安尼，当然那个现代嘅语言不可以只可以参考，康熙字典可以参考，但是不可能做根据，所以名词嘅后背嘅上面嘅上啊，读行一个客家语就按到乜嘅咯，马尾。出马尾就一条个真正马尾第二呢把尾有南把尾第四呢党嘅就是讲啊，书名位去批讲书上嘅范围伫倒里啊，佢就按党嘅唔去记忆记了佢嘅发作一个菜嘅呢个。也大概写个马尾嘅改是那个采法的采，平时个采法的采，听那当个位就那个菜嘅，脚往度嘅呢，就按到裂嘅，当嘅就按到批讲嘅书上一名位嘅范围，用嘅呢？用嘅是在虎头方，或者师傅方安尼一个上嘅地方嘅部分冇相同吃嘅呢，就是一块糖也就讲一个师傅扛嘅这个
促成呢？其實本天道運用客家話用講啊，bb 啊 bb， 貴語是媽媽啊，第三是媽 b， 或是剛才客家話是講啊 bb， 本天道是 bb 啊，年糕貴語是講乜嘅呢？發辦也係甜辦，也個太糕餅啊，也個就係講啊，年糕就是甜辦啊。一個發酵、發酵，做呢發粉。第六，聽天由命歸語，客家話一個聽，一個按用通咯，是從托音聽天由命，唔好講聽天由命哦，啊，唔好講聽天由命啊，而講聽天由命，也就個提數，做牙齒。粽啊，一個粽啊，就拜拜嘅粽啊，啊，在農曆米雜嘢嘅人啊，一到呢，初一啊16嘅以上都係有咯，哦，也個有年啊，初一16也有年咯，但是大家注意，金拜金雞三得四嘅意義冇相同，雞是5神。金是3神，拜呢是只有花果，我都用樹拜安啦哈。一個金拜雞，一個三得四用法不同嘅，就佛教方面嘅哈。第八，沉澱客家話就按乜嘅咯？停腳，第一停腳，停頭唔係停頭哈，乜嘅咯停頭就撩嘅下位啊，撩下位點下來啊，停筒咯。就是點那個有金銅，就那停銅啊，這三個是停腳、停頭、停銅嘅意思要了解啊。沉澱就是停腳，第九，小孩用哭的方式引起人家來照顧啊。一句話客家話用來講咯，就講啊，那個做狗也係。做狗要麼求人，也係做狗也係狗屎嘅時候，聽呢個做狗啊。第十，這個脊椎骨、龍骨啊，就是脊椎骨啊，可以是尾中骨、尾中骨，也陽白骨。陽白骨的陽字是葉字邊加上鉗骨嘅鉗，陽白骨也係龍骨咯，啊，一個應該是第三龍骨啊，龍骨就是我哋背農講嘅，佢就是下個骨咯，它主骨嘅骨頭啦，龍骨啊，一個那個陽白骨。一個拜呢，加上竹絲片啊，蛋糕加上竹絲，大家都拜拜一拜。11，客語閹人家是指農曆嘅12日的那叫咯，啊，通常是在25一個月1年嘅前嘅1禮拜，就是閹人家。閹人家為冇嘛生意呢啊喎，12兄弟嘅太太。講嘅稱呼一樣嘅安咯，哦，是講自愛，也係自守，也係自也，哦，也這個就是講啊自守，哦，兄弟嘅價位啊，互相係做啊自守，哦，一個係會有個摸殺同挪殺，一個思相同，看上下文。挪殺摸殺是摸辦嚟嘅，挪殺是挪按嚟嘅多嘅，一對嘅嚇，詞義不同。第13，磁鐵客家話做按到乜嘅咯？協殺。日本話呢就按到一隻骨啊。第二，盜殺啊，盜殺就是挪殺啦啊。摸殺就摸辦嚟嘅嚇，
协沙就要加上口字旁，要加上口字旁协，威胁的胁。第14，虚部肺部客家话嘅肺含义形容嘅头脑，系读虚一个虚部读虚部，冇读肺部，也冇读肺部，也读虚部。最后一个是讲就虚部15，酒瓶盖嘅口片凸出嚟嘅地方係按到乜嘅咯？嘅嗰呢蛋糕也凸出嚟嘅，就按到ที่嘅眼，弓線嘅線，帶下到牙齒嘅齒，就眼眼按天囊就是兩個圓圓嘅葫蘆一樣嘅叫囊按個揭，我也冇想到啊，兩個揭就變成囊按眼呢，一個嗰呢蛋糕有個凸出嚟嘅，就係樣嘅兼就是嘅這個能有一個眼眼。第16，區域國語叫做什麼呢？企wet wet 唔係用企 wet。第17，客家語飲食是國語乜嘅咯？是天語嘅印尼，唔係印度，印的奶唔係印線。一個第3，一個後尾所講昂道同印度印那個印度，昂道就是中間，印度是腳底下嘅冇相同一個昂道同印度呢兩個詞語冇相同，昂道是指中間印度是細細粒嘅，用腳點到印度第18，一個頸甲骨客家語是講乜嘅咯？是講鐵反刺骨，乜嘅咯？呢呢骨咯都羊排骨，米中骨咯，米中骨就是兩骨的最大下頭米中骨按個翼咯，客家話就講翼甲，所以肩胛骨就是講反刺骨我哋鏡頭上嘅個體嘅個像反刺19，西遊記中孫悟空唔會用嘅，唔會變也唔會吞，也唔會天龍加活一個孫悟空，一個孫悟空客家話變啦，孫悟空唔係孫悟空師叔是說，但是變啦孫悟空是會吞搖身一變乜個呢搖身一變孫悟空是會唔會乜個呢唔會吞，但是以為天龍加活也會變唔會吞吞就是講真正嘅搖身一變，噗都得啲人死氣就講吞這個第20，等人嘅客家話就一個等人等人客家話是講第二等人等人一個人都係人字好，第21，等屬族可以叫什麼等子物族等族這上面都講到等族第22，牙刷客家話就講牙粗嘅廁所嘅也唔係牙刷咧也唔錯所以講牙刷我哋客家話就講牙粗嘅第23，夜帽子個意思講乜嘅咯？一個野毛嘅天衣野毛嘅也唔係狐毛嘅，也唔係
按摩的啊，叶帽子就是按摩的啊，太风下，太风下，意思是这个嘛个喏，这个充电，充电啊，唔系小风，小风下这是西部，太风下这是重点，太个哈，好25。那个我们打球嘅球拍，客家20嘛个喏，球白嘅，球白嘅，啊，唔系球扑嘅，啊，唔系球棍呢，啊，白一个加上做石头，大下加上拜拜嘅拜，啊，做白嘅白，好26天才年，以前考试有考过，还是农历研究喏。正月20，正月20哦，唔系正月初2，也唔系3月10日哦。日期1到10吧，要加上初1到初10，安尼啊11到30日以後呢，唔加日，唔是加日啊。唔好講正月20日，唔係安尼講嚇，正月20嘅啊，正月20日，正月29安尼。所以講啊，一個11到30日，也後邊不加熱嚇。嗰個大下有一個話個泥娃啊，那個娃啊，一個補田嘅嚇。27天窗晚，我也就買一個花喎嚇。天窗晚，係指乜嘅呢？是年數以前，年數以前嘅啊，一個都天窗晚嘅，要木安尼買一個好嚇啊。犯太歲啊，唔係犯太歲啊嚇，一個讀歲是為歲啊，犯太歲啊，唔係犯太歲，也唔係犯太歲，係犯太歲個犯。就要讀phạm啊，phạm人同phạm人也冇相同啊。phạm人就搞爛人家啊，咱們搞衰人就phạm人啊。phạm人有phạm到乜嘅東西嘅嚇。29東西不唔加人，唔加人家客家人就按到乜嘅咯？嘅古咯，千古咯，唔係古撇。啊，股票就是講啊，有特殊嘅性格，古土也相同啊。戲票是乜嘅咯？戲票啊，是中年。個票是從另外嘅惡作劇哦，一個作客是牛嘅方面嘅作客啊。惡作劇嘅作客啊，第30，將那個歌呢當歌啊，震動叫做乜嘅咯？歌呢建築啊，搖啊，往就搖啊，上下呢就係足家啊，按個對今日同啊，一個就是講啊呢。這個連音字頭前頭的烏啊，o s 的用哇啊，通啊啊，那個足啊，通啊，那個哈，這個醬菜用平字的啊，鹽菜呢是用講嘅啊，那個醬菜同鹽菜冇相同啊，醬菜是多醬，就講呢，你把它就講呢都嚟，但是降下來，多降倒下來啊。所以咱們使用的術語叫做什麼呢？啊，這個叫使呼法啊。還會有個舌同腭同挖的法，一句話意思冇相同。該會舌咯，該會腭，該會挖咯，但是就實在嘅語文的本意，舌是指誰來嘅？腭
是南谧通用，挖是指什么呀？一个用法不同。第32，出生嘅人认识也西方客家话就按到乜嘅咯？八字人认识讲两画两嘅就按到八字，唔系事业，也唔系运气后边呢有一个水同玉嘅意思也冇相同。水是指运气，玉是指身体，33，人体上平白嘅小黑点你客家话就按到乜嘅佢就按到无影式按字呢有凸出来嘅，也唔系无板。一个有凸出来，另外一个呢有叠到五连嘅就讲到五连字一个第34，一个瓜牛客家话按到乜嘅咯？按到一个蛇路嘅，咪不相信讲二路嘅也冇嘛错过，二路嘅冇好过蛇路嘅有好一个小酒咯，是讲咸水嘅小酒咯金宝咯是由阿根廷入来嘅听讲南部嘅乡亲对阿根廷引进过来嘅一个傻是用脚一个蛇呢是用腹部都市方嘅那个肌肉伸缩纯属行路嘅傻鬼会傻慢慢呢按个蛇路嘅蛇出来，蛇会长，傻唔会长35，客语唔是生意，系指乜嘅咯？是指天语，不要客气也不是小心，也是粗心过生意就是过小心一点，唔是生意就是唔是客气过生意过小心的意思36，写诗嘅垫板，客家话是讲贴白仔字呢是连音字，睇成有笔拿过来都贴白各位书贴白唔错，以上皆可系冇继续讲贴白写是七形木字旁做七那个 K 嘅写就写过古代用尖的东西，平尖的东西写第37，天上嘅飞神客家语就按到乜嘅咯？按到苏巴神银河元河嗰道神呢是不强神呢写诗就是神呢写诗的流星，神呢写诗是38，说你的大头客家话要讲，关于讲说你的大头讲客家话就讲个讲伢师一个伢骨头无论伢师傅啦第3都两个都可以说你的大头就是讲伢骨头讲伢师傅啦师傅啦也可以以上都是选择题2个都对39，常用的小东西他在讲太空虾、中上虾、西方虾，他多数讲的是太空虾，也下讲的呢小东西就西方虾其实身高一个天鹅一个暗扑嘅呢，就按到乜嘅咯？按到身高，孙是嘅孙是表示是小高呢2个天鹅嘅还不给停严高是指
也个两个噗噗个，所以我哋拿到个两个啊，个声音个升高诶，跌了下去，同一个时间呢，顺序个顺啊，用一个孝顺的顺啊，高呢是做事有两种写法啊，一个做事带下做教师，冇做事带下做那个报告的告，两种写法。41跌落水斗里，水斗是指乜嘅呢？是指漩涡，也係雞蛋啊水中安啦哈。這個漩渦呢有兩種講法，客家話有菠蘿椒，冇出講椒菠蘿同樣安啦哈。第42食物使用嘅火油係指乜嘅油呢？是植物油，唔係動物油啊哈，也唔係礦油，礦呢，一般就講礦油啊，但是實際讀啊就礦油啊。另外油氣同汽油又不同哦，油氣就是嗰叫麼是油類嘅方面啦，汽油是我哋去奧多拜啦嘅汽油。另外13三更半夜，三更是指那叫呢，是指11點到1點，這個做子時啊，這個也係那叫哈，三更半夜同星光，也就係半夜，星光也就係半夜，三更半夜啊。就係就話11點開始就子時，三更半夜嘅啊。天光應該是11點，天1點呢，都1點到2時為一個更，2時為一更安啦哈。一個1點到3點當出啦哈。第10一個癩蛤蟆是指乜嘅呢？癩蛤蟆是指3%。也係蟾蜍以上3米多長啊！一南北方言冇相同。一個74都講癩蛤蟆喎，就是講啊，北方講蟾蜍，南方講3%哦。以上即是75行為品性不端正的女人叫做什麼呢？就喪禮嘛啊，唔係罵人不忠嘛，冇做反嘛，講唔同嘅就反嘛。對男性特別有興趣嘅呢，貪腐又講客家話呢，講性骨，挑釁的性骨啊。76花美的口語是什麼呢？花美啊。一個就是講啊，上繳是冇，上拍嘅冇相同，一個就一個將菜冇裝到浸到一個有裝到水嘅時候上拍啊，上路是貼喺度方面啊，出紅呢就是腌菜嘅時節，菜冇得到水啊，在將菜地度裏冇看到水嘅時節會上拍。第47陌生客家話是講乜嘅呢？是講啊上分啦嚇，佢上分，係會有句話講啊，今世名人前世用啊千山萬花送福禮人，一句話講嘅佢有道理，萬花人啦嚇。今世名人就是前世千山萬花送福禮人啊。78有回音低沉的聲音叫做什麼呢？78就講啊的上，但是也後邊那個變成也改進了唔係鴨鳳上，
公上就是个叫某种太阴神嘅上前世说了公有吧，说今世讲话公上安尼吧。水向家嘅上无相同水向家嘅上是讲法唔会衡量，唔会衡量公上前生好事公有嘅人普罗嘅路呢？也给他是呢，人家还简单用大路的路就可以49煮饭用的是用普罗，也是用木的，也是茶杂的，这当然是普罗。第50，自己自家做生意就是讲啦，做头路识头路是从他人家识头路做看的做卖的事业级。也嘅有冇想到，公務員就事業級以上呢，一共有42分57秒。這個接下來呢，也非常嘅重要各位鄉親，大家教學嘅先生小姐，大家對一方面要注意咧一個客家語文嘅聲母20發音嘅重點，聲母有20一個發音嘅重點係在呢個。我哋睇嘅客語同國語特殊不同嘅地方客語有英文發音 M N P D G V但是冇支持輸入嘅結實音也就要注意一個聲母英文發音就用 M N P D G V 是冇發出來音，NG 個一個音，後來我哋看一個20個聲母係字幕嘅喏，完全用最順嘅，就 p、m、f 最順呢有4個，然後嘅雙門同舌尖。什麼講嘛？也發音咩咯？有的、特、呢、了安尼第三呢，舌根什麼嘅同上颚嘅呢？哥、科、呵哥、科、呵第四，上下門舌強強嘅咬嘅呢？有雞、翅、西、子、吃。是一個音，但是關於是雞、翅、西、子、吃、是咬呢了。另外嘅強勢嘅部分，一個雙門詞嘅唇音，一個就 V 嘅音都到 O S 嘅連音是用 V 一個音呢冇發出來 V 那個音個第6鼻音同舌麻正邊嘅呢一個 NGI 嘅但是一個好多鄉親伊都用呢一個 N 個字發唔出來一個同 L 伊都做個 L 一個就是音嘅視覺叫第7呢就是鼻音同舌根嘅音我都係我嘅意思相同所以20時嘅發音學會嘢咧一個學嘅音呢可以用一個寫本大家做參考嘅時候巴貝波那呢諾亞嘅我巴貝波一個音嚟發音練習第3部分發音容易錯誤嘅符號喺度咯，科客家語就問學，支持是用重音嘅，支持是用重音咧，也最大嘅問題，同呢就是那個乜嘅意思按關鍵是那個鬆氣嘅音母呢，那就是 V V 同你好多鄉親唔曉得一個 on 就 on 字呢 on 一個音，好，再
大下嘅客家嘅西洋菜嘅史草史文是包括乜嘅啦？各位同鄉親，大概可以參考。史草是客家嘅草藥，竹蟲草薑絲，鴨肉炒快菜，也就講韭菜，豬血炒黃梨，炒木米，木耳就木耳，安尼哈，一點要注意一下，木耳同木米一個鹽要注意。這個西文呢，就是鹹菜文主肚，這個文豐肉，排骨文一個蘿蔔咧講菜頭，河洛話講菜頭，太長文乜嘅筍乾。好，再看到第五個，這個非常重要。客家婦嘅四頭四尾是指乜嘅呢？第一個是枕頭枕尾，就裁縫類丈夫。第二呢，做頭做尾是做煮飯菜。第三，田頭田尾，農耕致富。第六呢，家頭高尾高子有房。所以說講婦嘅職業非常嘅大哦。講到人呢，一共有48分。大下按多嘅呢，就其他參考資料詳細同各項安尼哈。希望各位鄉親能夠親像講一個sensitive嘅一個課文可以點這個文化欣賞，一個溜小點這個 YouTube 嘅地度嘅網站一點就出來安尼哈。再看到一個連音式嘅文個 union 連音式，英文呢是 connect 連接冇相同安尼哈。一個錄音也可以16課，一個點一下名字就可以看得到。第三個就是客家商業用語嘅繪畫吧，亦可以點往一個名字名字大下名字。另外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有初位也會去學等共100篇有礙嘅寫嘅文章，以及錄音，提供本國會鄉親大家參考。也非常感謝一個師門台南大學新科博士的文化鄉親，熱心同埋點出一個點文在 YouTube 嘅這個本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師門大家感謝你安尼哈。另外連音是一個中間嘅 A 音咩只有8隻字嘅哈，一個 A 有讀本大家嚟再從乜參考一下。對啲嘅 V、L、Y、M、N、N、G、B 我都冇大意思哈。按一個數音就 V、L、E、M、N、N、G、B 個數冇大意思哈。因為這次是一般人機器是按個 R 同 O 呢，一個全部大家相同，單個度嘅個 A 嚟講是咧，為了也咪那個 B 也相同一個就係特別研究嘅50年，提供本國會鄉親嚟做個參考。文史方面呢，重複同大家講，第三個單獨嘅簡體是一個啦也冇符合於文化，所以語音也係只用 A 音一個像看呢看 A 一個音改過了，要讀語音冇讀本音，只有聲母音，只有聲母音就按到本音。三個呢一個阿嚟講是呢，瓦拉呀瑪那個巴，有瓦羅有摩那個波嘅音，但是也係全部都係用溜一個音，可以參考。一個來別下太子以及李秋霞就是5,000年羅氏人所創嘅呢，全部都有連音所以冇用連音就要用一個溜嘅音
是影响到客家语同客家嘅歌声嘅一个音色非常的重要，安尼吼。也第二部分係用吴代博士所寫嘅，提供本各位鄉親參考，可以17分18秒嘅安尼咧，也點開嚟談看下先咧，安尼吼。以上咧，亦講嘅52分16秒，希望大家感謝你，同時祝福大家，感謝大家，也祝福考生高分通過客家語文高級認證考試。以上感謝大家，謝謝你，再見。